这个学校开始合作了。宜兰的东莞节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今年恢复了，到明仔载要正式来开幕。那花莲上界大场的耍水的公园嘛来开放啊，在地人免钱，那外地游客嘛只要50块。规八米悬的出流笼流落来，就算行到伫叽叽叫，嘛是用手机欢喜记录。规桶的水倒落来，看到就感觉透心凉。爸母带囡仔来耍水，耍甲真欢喜。花莲猪卡选的亲水活动，等一年重新举办，有真侪人下早就来到现场，收水伞换好势，期待入场耍水。台北就没有这个好玩，今天天气又好。在地乡亲会当算免钱的，那外地游客门票50块，爸爸妈妈带囡仔，阿嬷带孙仔，趁休假打开始带囡仔来遮耍。不过欢喜耍水时阵，嘛是爱给你做好防疫。劝导民众离开戏水区的部分呢，要尽快帮我们戴上口罩，但进入戏水池的部分是不用戴口罩。我目镜来到宜兰，赶快买当耍水。民众耍水耍甲笑嗨嗨，宜兰东莞节等2年，会伫咧明仔载正式开幕。今年有特别的表演，恐龙家族也来到了现场。恐龙一出场，随下大人囡仔水，游客有机会可以当伫咧游行内底和恐龙交流。这摆东莞节结合科技体验，推出亲水剧场，有暗时的水舞秀，欢迎游客伫咧休假日规划来宜兰花莲游山玩水兼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